湾俗语摕来谈，深色趣味是有内涵。欢迎收看《报道歌丁》，我是林品源。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。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，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。俗语伫咧讲哦，娶某看娘咧，嫁翁就看老爸。这个意思是讲吼，娶某进前吼，就要先去看女方母亲伊的品行，嫁翁进前吼，就要看男方父亲伊的行为。有影呢，这个结婚吼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。传统吼，伫咧结婚进前，还有真侪大细一寡礼俗，这个礼俗吼，拢代表一寡祝福的意涵。结婚是人生的大代志，什么时阵爱做什么代志，拢有一定。但是伫咧台湾传统的礼俗，爱有完整的订婚才会当娶。提亲、合八字、小订、大订、送日，这拢是咱台湾人渐渐放袂记哩的订婚礼俗。这寡大细的礼俗，拢在讲咱台湾人的故事。但是你敢知影，提亲是安怎爱有槟榔甲麻lau是安怎新人袂当食家己的大饼？抑阁是安怎新娘敢若会当插针仔，袂当插春仔花？桥斗宴阁是啥物？6礼甲12礼又阁有啥物款的无共？即寡台湾的传统礼俗，搭滴滴拢有伊的意义。咱嘛会当拄则看出台湾人对婚姻的重视，阁有对新人上深的祝福。咱台湾人搞礼俗吼，平常时这礼俗往来，就咱看出真侪美角吼。因为这个时代的演变真侪礼俗吼，就慢慢伫咧变化，搁这个感性中间，这慢慢消失的，这传统的礼俗，虽然讲看起来真复杂，但是吼，去蕴藏了真侪咱台湾人的文化传统甲价值观。所以咱今仔日呢，真欢喜邀请到咱的老朋友吼，嘛是对咱台湾传统的礼俗非常了解，非常爱讲3遍，非常了解的台湾文化学者简金玲老师。主持人好，大家晚。这个传统的这个礼俗吼，伊是尤其是这嫁娶这个代志啦吼，一定有伊的顺序嘛，对吧？大家迄个定数爱做，头一个就是爱提亲嘛，提亲过来就是合八字，是合八字过来小订大订，是送日迎娶6项。虽然讲我是去自由恋爱的，但是我若要行到要讲亲要嫁娶这个程度的时阵，我嘛是爱请媒人婆来甲恁讲亲嘛。主要是媒人这个角色真重要，因为咱媒人伫要讲亲的头一项就是爱提亲嘛。是男方委托媒人去女方厝里提亲，这是婚姻的礼俗，嘛是正式来提亲的时阵，女方就透过媒人。提出讲我这个婚姻的条件，还是什么要求？登去讲给男方听。双方要做亲情，有媒人来做当事，大家讲话才有依地。若无亲家亲母直来直讲，若是一句袂下，这个亲情就歹做啊，但真拄好去啊。是安怎就一定爱下八字啊？咱台湾人的这个生活中搞奇曲，是，比如讲咱论6月，论6月查某囡仔。讲好做剃加刀柄、剃扫帚，所以有的查某囡仔若是论6月出世的时阵就先改名。是改名。先改名，就先改这个时辰改过去啊。但是袂使互查某囡仔知影。伊家己个人本身是唔知影。袂使知，袂使知影伊的时辰互改过。过来7月生，有讲要无爱互娶几仔某，伊嘛爱改时辰。过来下八字就是爱去算这个你甲我的家长。还是某舅啊，还是兄弟啊，还是新娘甲新郎本身，咱的生肖、时辰有去冲着无？媒人甲女方的这个生辰日月写在红纸顶头，甲这个金贴送给男方厝里，男方就放在甲这个金贴放在红架桌顶，3日无代志，男方再甲伊的生辰日月送去女方遐，同款放在红架桌顶放3天，然后拢无代志，安尼这个婚姻就继续。讲会顺利，若是有人破病啦，还是讲话话啦，安尼较搞扣掉的讲唔好，安尼无歹结掉，是出车祸啦，可能这阵婚事就准拄好。其实唔通想迷信啦，八字是一个参考尔啦，参考会当调整的啦。
最主要是吼，较早吼，你一个月来你若无报出生吼，爱罚钱。是啊，所以为着惊互罚钱，较早做是无用嘛。啊，可能拖过时间，啊，所以就去报迄天出事。是。啊，所以其实真侪时间拢袂准啊。所以即马下辈你直接落去经历，吼，双方的这津贴吼，就是先入月，先去日拉山遐经历较重要。因为你经历就是经讲你才爱参与这场婚礼的这个家属，会去抢到无？上尾一项就是比手指盘。比手指盘什么意思？比手指盘就是每人甲新娘的迄个手指位，吼，就是寸尺，送去男方遐，吼，男方准备拍手指，这叫比手指盘。所以下尾你就开始做这两项代志，这项代志拢是男方迄个媒人来做，媒人做无用的，媒人做无用。其实我今仔听吼，嫁出吼，哎，媒人无这个行业吼，这个头路，唔是简单会当凊彩人拢会当去做的吼。媒人咧其实拢无偌济嘛，是啊，但是伊趁着啥？趁着人情。是，伊谈的就是伫咧即个社交的即个圈仔内吼，伊就有地位，伊就有民主，嘿，有尊重，有民主啊！即个虔诚的婚姻真美满，后摆人就搁扬请伊，哈，啊，这就是一个民主嘛。每人就是讲啊，我家婚姻看到好势吼，我后世人嘛会较好命，差不多有这种观念啦。8字若合了啊以后，合好啊以后啊。就爱开始订婚啊嘛，后来就是小订大订嘛，啊小订今嘛小可无共款，较早就是小订先做，小订挂手指，是啊挂手指了大订甲爷带做伙做，叫完聘带。听讲过一款叫做暗订，暗订是小订，暗订是毋是讲我暗自私定终身，这个叫做暗订。我听人讲，因为我这个名称我捌听过，这个户名我听过，但是我唔知影讲迄内容是啥物。伊暗订意思就是无做仪式，做仪式可能他伊赶时间嘛，可能就是大订的时阵做伙做，但是小订就甲这个聘礼先送来，啊先送来就是甲挂暗钱，挂暗钱先放在女方的这个红家桌顶，甲祖先讲，啊，这查某囡仔我订落来。哦，算讲甲booking落来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嘛。咱较早吼庙里求姑，你毋知捌看过吧？咱是庙做酒的时阵，有米姑啊，是迄个红片高姑，还是米高姑啊？啊，我今仔日若是讲要求一只姑转来，所以我这当阵嘛是爱准备一个挂暗钱，啊挂一只姑，我一定会甲新民讲，啊我要求这只嘛，啊这只若跋杯，若饮杯了后，我就挂一个挂暗钱起来，啊这只人就知影讲，啊这只有人求啊，伊就袂搁搬一只。吼，挂暗钱差不多这个意思啦。吼，啊你若是暗订吼，你就是甲这个挂暗钱送到女方吼，女方的家长吼，放在红家桌顶，甲祖先讲，啊恁查某囝有人要爱啊，有人要爱啊，所以这挂暗钱真重要。挂暗钱差不多是双数，吼600还是1200还是2400，是还是3600。这个挂暗钱是女方的妈妈收去。哦，是，感谢伊甲查某囝请大汉安尼。哦，安尼我知影，啊，若是有影要甲娶吼，啊，当然啦，愈大官愈好啊，对无吼？你若来愈大官好，伊你若一官好伊，安尼妈妈看到满意，这免讲多一只姑是伊的，直接都传开机票较紧啦，开机票较紧，即嘛真少看到吼。是啊，啊，就这个就安尼摕去红家桌顶，较正式，表示讲啊，我正式要甲你。啊，带入来阮家来做，嘿，做阮家己的亲人安尼。是吼，所以这挂暗钱真重要。若是伫咧订婚的时阵用，咱分一只狗啊，分一只猫啊，嘛会，嘛是有人安尼做。古早咧，这古早咧真重要。较早订婚送来的这个聘礼吼，是用迄声，大声四角的，啊四角你袂使空的转去，爱缀声，所以差不多就是送12项来，退一半转去。啊，有的人是男方送来送女方的12项，是啊，女方准备男方的12项，比如讲配带，配下领带，西装鞋子，吼，差不多是扣12项安尼。啊，送来除了聘礼了后，咱还佫有糖仔路，吼，糖仔路啊，香团就是高生团。哦，会团开就对啊。嘿，高生团就是互这个新娘嫁过来吼。高团啦，加生一个安尼吼，高生团，啊像五穀就是食乐嘛，是食乐五穀丰丁嘛吼，所以这嘛是一种祝福的意思。啊，
啊，古早咧，佫有一项较重要，就是咱这句啊，桥斗圆。桥斗圆，嘿，桥斗圆，桥斗圆要创啥？你即马看是，咱是一块粿册嘛，桥斗圆是伫咧订婚即天吼，爱烧圆仔行厝边头尾。哦，伊这粿册嘛，啊，你开始就厝边头尾来倒烧圆仔嘛。新娘逢订婚是毋是爱请食圆仔？是，所以是用行圆。这就是用这个桥斗圆。哦，桥斗圆啊，对桥来，对上这个品类来是桥斗圆。是，嘿，你无这若热天吼会臭酸，所以就用米甲糖来，嘿，安尼叫做斗里米。是是。大里安尼，我做这斗里米大里，啊大里你家己去传这个迄个粿册去烧圆啊，有一种变更的做法。是吼。啊，过来一项就是牛仔圆。牛仔圆礼俗上嘛是圆啊，但是即卖人较简性吼，就是用水果来代替安尼。这主要就是分享，甲你的福气分享互厝边头尾，一种做法啦。大家福气，大家斗相共的意思。啊，品类内底就是大饼嘛，大饼加这大饼，啊大饼加鸭肉饼嘛，鸭肉饼就是分福气互大家食。啊，礼俗上鸭肉饼，我收你鸭肉饼，我若无甲你配对。袂妨讲话，是，但是我若收大饼，这都一定爱包红包。所以咱台湾人较客气，伫咧要订婚的时阵送礼饼互人食吼。我若较客气吼，也是咱交情无够遐，我可能就敢若送你鸭肉饼。啊，但是咱若是亲情，也是感觉讲咱得一粒一的吼，物质。我就可能鸭肉饼顶头搁加一块大饼，啊，你就知影，这红包一定爱。袂使少，亲疏无共，啊，毋知你做会到做袂到嘛？啊，我青帮白帮，我送你饼，啊，我若做袂到，我嘛是感觉真有罪啊。是吼，所以我若看你送饼来，我就知影我应该做到倒一步。有影，这就是咱台湾人真体贴吼，啊，真含蓄的一种讲法吼。做代志拢互双方有挑剔，是吼，这是足大的一个礼数。后边若是收大饼的呢，安尼一定爱红包。啊，若是鸭肉饼就无一定，这种是有讲法的。其实这每每角角吼，拢是伫咱这个传统的礼数内面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。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多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。台湾人订婚规矩一大堆，你敢知影为什么会有造喙小姑这款话？为什么莹莹会叫做新郎的目睭？为什么新人袂用食家己的大饼？你接去庙里拜拜，但是你捌注意过台湾的门神吗？伊伫每一个所在表现拢无共款。就所以讲，这嘛是门神吗？嘿，这嘛是画在门帮顶悬。听讲无共款的神会配无共款的门神，这到底是有影还是无影咧？我会记得讲吼，我有印象中间吼，讲有听过一个物件叫做猪饼。哦，啊，但是即马看到拢是猪骹，对无？咱较早结婚是一定爱送猪饼啊，几只猪饼一吗？只猪啊，有当时要送一半嘛，所以送恁叫猪骹来，迄个骹地爱切起来，行去南方，这就是地城嘛，吼，就是表示收肉无收骨。可比讲我若今日要嫁娶，啊，这个物件摆伫桌顶，有啥物作用啊？卤啊，甲冰冷嘛，冰冷解卤的意思嘛。哦。所以啊，即摆人唔知影讲这米卤的用意，就直接用卤丁。是。啊，嘛是会使文化，就是不断地改进嘛。我请你食婚，你绝对袂使甲我死啊！你真正无食婚，你嘛要摕起来啊。是。吼，袂使失婚嘛，表示这个婚姻会顺利。嗯。所以新娘会订婚啊。哦。咱一个文化吼。一个族群的文化上重要就是语言，你绝对袂使用其他的语言来解说，是，好，你用英语来解说这个婚，迄个意义就袂当出来。所有的这个风俗，也是这个礼数，伊所代表的意思，你用台语去思考，每一项拢会合乎。哦，啊，有这查看起来就是查甫款，啊，这就是查某款哦。哦，是哦，无唔对，我唔对，女性的用，这女性的用的，迄个烟粉嘛，这个烟粉，嘿，烟粉唔是就像讲碰粉这款物件。是啊，这就是碰粉啊。化妆的时候用的碰粉嘛。是啊。啊，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款古老的烟粉，唔是用碰粉？因为这烟嘛，铅嘛。铅就是铅粉，就是烟粉嘛。啊，烟粉来代表缘分嘛。啊，所以有烟钱啊，啊有烟线。所以都内底富含着这个烟的成分，其实是处于迄个音。查某囡仔
打扮嘛，吼，甲你添妆嘛，你有粉啊、胭脂水粉啊，代表这个意思啊。因为有一个胭的字，所以取伊的音胭粉，我甲你结缘，啊，所以有胭脂啊，有胭线，所以都要去特别去找迄个有胭的成分，啊，无你若去用咧碰粉，即马拢无胭。无啦，即马拢是用一块碰粉，新的碰粉来。啊，你抹咧都无胭啊，无胭都袂当啊。文化咱家己解释就好，你知影这是胭粉的吼。啊，除了迄个老药啊，像讲这个糖啊，内底佫有冰糖，啊，佫有这个当归糖，这佫叫做什么？分别佫有什么意思？有啊，真重要。这除了这个味道吼，啊，咱佫有冰糖嘛吼，这就是咱讲的糖仔路嘛。啊，着红枣就是食红枣年好嘛。年好。你敢知这是啥？当归糖啊。当归糖啊，因为咱会讲新娘食当归嘛吼。当归是菜，夫妻恩爱。是食当归大发挥，啊，这就是一个好口菜。这龙井更较有意思，龙井你囝婿送来吼，新娘收2粒，小那收2粒，收2粒，连收3粒，袂使，袂使，啊，其他爱摕回去，啊，这2粒叫囝婿目睭，我甲囝婿目睭收起来，伊就袂阁去看别个查某囡仔。哦，是这意思。嘿，所以这2粒叫囝婿目，啊，其他摕回去。我感觉咱台湾人就是吼真够变巧，啊变巧拢有真有理。啊，意思足深的，你看伊才有鸡仔饼。鸡仔饼，嘿，鸡仔饼吼是较早咱新妇吼大巴肚出世，囡仔出世了后，是咪爱地白？是，啊，拢会用这去煮鸡，啊地白鸡，吼，啊，所以伊送你这绝对唔是凊彩送的，是，就是甲你暗示讲你较紧大肚，较紧生囝。吼，啊，这嘛是有麻煮麻油嘛，有的人食素，是，吼，就用这煮麻油结饼安尼，所以唔是凊彩送来，伊每一个动作拢有甲你讲，我这是要甲你暗示什么，啊，冰糖就是清白嘛，哦，清白你拢无杂质嘛，对吧？比其他的糖，每一项拢有伊要表达的意思，拢藏伫这内底。我要讲的话足侪，啊，所以就用这个物品来甲你暗示，什么拢无讲，其实什么拢讲。啊，我有听讲一个物件叫做日头饼。我会送你大饼，我袂送你日头饼。啊，送你的时阵，我甲日仔单送来。是。日仔单就是我结婚一天，我要来娶一天。日仔单爱送来，啊送来你绝对无可能，我一个日仔单送来，我就空手来嘛。咱一定要有一个伴手，因为咱要甲祖先讲，我倒一天要来娶恁兜的查某囝，吼啊，这个日仔单来的时阵，爱甲日头饼带来，啊带来你要退一半互男方，是，所以普通拢是12个，12盒，啊12盒退一半，佫是6个嘛，啊嘛是双数嘛，是，所以甲日仔单送来，这叫日头饼，是。哦，虽然伊有可能就是大饼的形式，可能就是一模一样的饼，但是伊放伫无共款的时机，那个摕出来运用的时阵，名称都无共饼。啊，日头饼无人咧形人啊，哦，形人一定是大饼嘛，啊，所以即天你日头饼送来，可能就是12盒，啊12盒我收一半，甲祖先讲嘛，讲咱的查某囝倒一天要嫁出去嘛，像讲。伫咧即个送日的时阵吼，大家有啥物去注重的，一寡禁忌啊，啊，佫一寡咩咩角角啊去注意。哦，咱拄则讲小订大订嘛吼，啊小订若是暗订，就先物件先送来，吼，啊甲祖先讲安尼。啊大订其实你挂，咱即卖人是大订挂手指，所以你若金啊，可能就是先来，吼，你大订即天来，啊再正式挂手指，是，吼。所以这大订小订，即摆拢做伙做，较无分啊。其实较早，因为你爱准备时间真久嘛，所以拢会分开啊。什么时阵爱送什么物件是有固定的。吼啊，你即摆有起曲啊，吼，你有啥物代志袂当做啊？有啥物代志袂当啊？这个有抢着啊啥吼，拢有照这个日仔西经历，也是讲啊，每人有交代。是嘿，啊，你这的聘礼是毋是拢爱准备有好势？啊，你准备无好势？新娘有若较搞起曲的，家中来较搞起曲的，会甲迄个媒人讲，啊媒人就去转达互男方，啊来补充安尼，所以差不多是要嫁娶进前，这物件是礼数是拢会做甲足是无问题啦。若是做袂到，我就归去，我打现金互你，叫办半。办半啊！我今日我做无够，你搞起曲吼啊！因为我甲我起曲讲啊，我可能这做无够，我就干脆我打现金互你嘛。
我现金放在内底讲，啊，我打你，我听有啊，所有的物件你家己准备，你介意什么？你介意家己准备，哈，这就是片面讲咱有啥物期做无够，有禁期做无够，哈，安尼片面这个代志分数袂当进行，哈，还是讲我可能甲现代人我无了解这个礼数，啊，我若无是大人通甲我教，哈，唔捌无要紧，我就是打你，我办盘的时，办盘就是办这个品类，办盘的时阵，我所有的这我量机约啊，一个数。好，一个数送你啊！咱拄只小店是送小店的聘金送来的时阵，吼，小店聘金是有的是有收啦，是啊有收，这个小店的聘金是吼查某囡仔带去做西行钱。啊，你大店的时阵，迄个大片的聘金普通是摆好看的啦。白面子的啦，嗨，100万、200万白面子，通常是无收啦，因为收到敢若是卖查某囝嘛，是啊，一般是无收啦。所以看对吧？是啊，所以讲小店会准备的物件，甲大店送的物件吼，嘛是有一点分别，分别啦。比如讲较早吼，阮表姐订婚的时阵吼，啊亲情，庄家亲情，较送的茶杯啊。阮兜真正差不多30、40户的茶杯啊，真正用袂完，用一世人啦。是。啊，这茶杯也俗嘛，吼，啊个日常用会着嘛，是。吼，啊上俗啊个好看，一个来遮大盒啊，吼，啊即嘛干脆我现金打你。是。系啊，所以较方便啦。有啊吼，因为礼数，除了有礼，啊嘛爱顾迄个数。是啊。我做戏的时阵，我食要穿，不过毋是即款型啦吼，就是讲我穿的是即阮好多多裙啦。是。啊，这其实伊是伫有一个好名对吧？是啊，我感觉吼，即卖人可能即个错误上侪就是即个啦。因为即卖婚礼公司讲即叫做到位啦。对啊，就是讲穿安尼啊，就到位吼，较早是叫八卦。八卦是有一点像男艺人唱歌，男艺人迄个腰封，是，大概是迄种物件。啊，新娘家己做，啊，讲下个腰遮，伫个肚脐顶，讲安尼，古早人讲安尼较袂感冒啊。啊，新娘家己做吼，才会做一个落地啊，啊，会当互大官放粉还是放钱，啊，送互大官。啊嘛是有这细汉的，较细的是互红婴仔用，是，嘿，迄叫八卦。古早的男性吼，拢会伫遮下一块腰围嘛，吼啊，即个有落地啊，放钱啊，放粉啊。古早食粉是一种真歹的代志啊，吼，真请压的代志啊，所以穿衫穿迄透明的落地啊，互人知影你食啥物粉啊。啊，你伫咧倒位遮放粉嘛，差不多这意思啊。是吼。啊，我为遮摕粉请你，吼，迄足适拍。所以讲哦，这完全有作用诶，对，都有作用。啊，即马唔知影拢改做这啦，啊，其实这无容易嘛。对啊，角遮尔啊多吼，800款啊，啊讲袂完啊，啊讲袂透，所以讲你看有遐人生大事，是，你要计算吼，对这个下辈子开公亲啦哈，公亲下辈子啊来经历小店、大店、送礼、迎娶啊，过来要迎娶。是啊，传统的礼俗吼，咱去较注重咧，对咱来讲咧，毋是虽然讲即马无一定去用到，吼，但是你会去甲讲，这其中嘛是真侪人情世故，其实重点是人情味拢伫这来。意义啦，也意义，有祝福的意义伫内底，真深。是，无要紧。然后这意义吼，各有安怎的深，啊，各有安怎的迄个内容吼，咱老师伫坐伫咱的面头前，绝对会人解说较清清楚楚。咱就吼后礼拜唔通袂记，收看咱报道歌顶，咱请老师继续来甲咱讲吼，咱该去食茶看新娘，啊去注重啥物，哦，啊去结婚啊订婚的这个过程中间呢，到底会去了解啥物吼？真感谢老师今日来到咱现场，啊嘛唔通袂记哦，报道歌顶用俗语参故事，甲乡亲来博感情。后礼拜咱斗阵来去食茶看新娘哦。那呢，我做嘢。